来挺旺来，好不好？三重区农会积极推动农委会幸福农村计划，互农产品会当甲民众生活结合。这次更跨区来甲永康甲民众结缘，并现场教导民众制作农会人气商品爱凤酱，也分享各种旺来美味料理。等一下我们滚起来之后，咱这放落5分钟就好啊，加翕一下。我们移警委员还有我们政宣义作服务处的联合一个服务处的媒合，让我们有机会来到永康区，来把这么棒的优质的在地的凤梨来推广宣传给我们永康区的好朋友。最主要，我们这一次是因为想要教永康这边的消费地的朋友，能够知道说凤梨如果在盛产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延长它的一个保存期限。所以我们今天来，特别是教大家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些料理，就是今天就是用凤梨猪柳吐司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凤梨冰茶，然后最主要是用我们最厉害的爱凤酱，能够让凤梨来做一个保存的一个延长的一个保存。农委会幸福农村计划也得到立委林宜景以及议员朱正轩的大力支持，号召民众做伙来收听台南的旺来。那凤梨非常的营养，然后又有酸甜，那我想这样的滋味在这种夏天也非常的开胃。那我们期待我们在地的当季水果可以透过我们加工的方式，或透过其他料理的方式，可以增加它的保存期限，也可以让我们永康特别是东桥的居民可以享受到凤梨这样的美食。凤梨它本身就是盛产了以后，我们希望透过加工的方式延长它的保存期限，而且增加它的风味。许多的料理都可以透过山上农味的爱凤酱来制作，非常的美味而且可口。那也要跟大家报告，我们在这个月底5月28号的时候，在总图书馆山上农会特别举办了一个凤梨暨青农的公益市集，在现场会有很多的青农市集做贩售。朱正轩表示，这个月28号，三重区农会将伫咧台南总图书馆举办凤梨甲青农市集公益活动。届时现场将有青农的市集亲自手作等等。另外，现场采购满700块就会送旺来，以及捐发票嘛有送旺来活动，欢迎民众做伙来佚佗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